嘉义阿里山地区的春仔茶今年受到可汗也佮低温的影响，产季比用过慢一两礼拜，总产量也平去年减少3成，所以一寡茶农的茶摕出来比赛了后，随袂了了。民众坐伫档仔位头前，等要啉今年大阿里山地区的春茶，但是今年参加的茶农比旧年较少。茶农讲，因为减产的关系，所以春茶是大家抢要买。气候的关系啊，所以今年大部分像我们阿里山这边的茶区，茶农大部分都会减30%以上啊，所以今年的比赛茶的点数比较少一点。可是今年的买气非常的强烈，你看后面的摊位，其实今年的很多人不是没来，是因为茶都卖完了。起先是有感觉到说会怕买不到，因为今年的雨量比较少啊，是会这样子啊，但是感觉到很满意，有买到。茶农表示，以前要来茶店摆档，拢来抢位。今年比赛送件的茶减少3成左右，成绩出来了后，唔那民众会买，农会嘛会向茶农买得奖的茶，所以茶才会好价搁抢市。今年的茶不错啦，但是产量比较少。虽然产量有较少，啊品质较好，啊卖气嘛较强，啊平均一斤茶大卖拢加50-100块左右安尼。梅山农会指出，因过举办茶展的时阵，惊档仔位无够引起争议，所以拢会退有得奖的茶农楼。今年因为减产，产生真侪空档位的状况，实在是料想袂到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